你哋見過用腳嚟捉蟹未呢？咪以為阿茂整餅故作驚人啊，其實有苦衷噶。山東海洋縣小灘村呢，有一位冇咗一對手臂嘅女人，佢叫做任吉美。任吉美以驚人嘅毅力同埋頑強嘅意志，為自己創造出幸福美滿嘅生活嘅。佢嘅一切活動呢，全部可以列入世界健力士大全噶啦。任吉美自出娘胎就冇咗雙臂，但從來都冇話自暴自棄噶噃。佢不單止可以落田耕種，而家頭細目一樣井井有條、乾淨企理，認真頂呱呱噶。哇！個番梘滑脱脱噶，竟然夾得咁實喎，認真好嘢。洗翻個靚面先。嗱，清潔係最緊要啊嘛，慢慢抹乾佢先。先生就快翻嚟啦，要梳靚個頭等佢先得㗎。硬係覺得有啲唔妥。係啦，一夾埋呢個夾上去就剛剛好。趁呢個時候，梗係整定晒啲餸菜，等啲人翻嚟食飯噶啦。點呢個灶頭火先。講到烹飪，佢都唔執輸噶，簡簡單單，睇個樣，梗係煎荷包蛋啦，唔使問噶啦。呢下發得認真玲瓏喎，三兩下手勢搞掂。咦，今晚好多餸喎！哇，嗱，仲有大閘蟹添啊！喂，食蟹好撩楞噶喎，睇佢又好似幾掂咁喎。呢隻蟹狂正。小妹妹，你这螃蟹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知道这是谁抓的吗？我知道，妈妈抓的。嘿，老公。我敬你一杯。嗱，食多啲啦，呢隻蟹靚啊！老闆，你見不着，我俾你煎塊。哎呀，啲仔又孝順喎，又夾翻俾阿媽。咦，佢老公咧又夾翻條魚俾佢，真係相敬如賓啊！我很早就聽說海洋小攤有一個無臂女人，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生活經歷嗎？好，我講講你聽聽。我從小啊，我聽我姥姥說的，我7、8歲聽我姥講，我媽呀生下我來就一看沒有雙臂，我媽一看就想扔了我大海，我夫妻的家一看說不要扔，就把他留下，他快當個小花狗才這樣吧。我才活到今天。您没有雙手是怎樣生活和勞動的？我有一雙腳啊。
我从小都有用脚来练。您用脚都会干些什么活呢？我用脚啊，包饺子、擀面呐、蒸馒头都可以啊，踩脚练练补洗讲讲都可以。有些农活呀，也可以能干一点啊。喂，小心啊，好利噶，你踩正先至好啊，用不如連腳都冇埋，唉，睇見牙煙。做完嘢，衛生最緊要，洗乾對腳先。喂，你睇準啲啊，咪切到個腳趾頭啊！面整完又整餃子，認真骨子。咱这花生还有个花真不错哈，你告诉我噻。好了，好笑了，咱够四大块的盖哈，给不上汤了。我盖的慢呢。您能谈一下您和老李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呢，还是自由恋爱的？你问问老李吧。好，老李，您是不是说一下？啊，我说没旁的说，因为我们弟兄啊很多，这个家很穷，就是学媳妇啊很不好学，就是以后啊，我听啊，我姑姑那摊啊有一个英姐妹是没有上北，所以我就托我姑姑啊到她家去学。他姑姑到我家来啊，学老李家了，很穷。我夫妻就说穷不要紧，他脾气好，不欺负我女儿就可以，就这么嫁给老李了。老李，那么他没有双臂到你们家，是不是给你们带来许多麻烦呢？哎，这东西不光是我带来麻烦，我们这3个孩子吧，都是他料理的，这个家务为基为我呀，都是他。吓，咁細個窿都穿到，喂，真係百步穿楊啊，一穿就中啦。唉，仲收埋花添，你好心得閒就坐下啦。英姐妹电报，哪来的电报？谁家来的？你就是英姐妹同志吗？我就是英姐妹好的，请你休息。好，收下。啊，忙去吧，先走了。你不等我抓了。哇，連着衫都得啊！真係服你咯！呢位女士啊，真係飯都有料嘅。任吉美以頑強嘅生命力建立咗幸福家庭，呢位奇蹟一般嘅女人，的確係世間罕有。哦，我姐姐好的。对这我说饭我先吃饭，这碗可是我先吃的，饭是我先来的，给我先出牌。第一块就是个事，我姐第一块。一袋儿，啥里有我就叫他吃一袋儿，不要。一个脸，一个溜儿，一个粑粑，一滴毛，什么不要？一滴我，一滴点，一滴手，一滴粑粑，一滴丁儿。